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有一个题目叫做"本来是佛"。有一间新的寺庙落成以后，老和尚就告诫小和尚说："你要自己动手塑一尊佛像。"小和尚就请教老和尚说："是否我们找个佛像来照着塑造？"老和尚就说："不，你按照自己的模样塑就行了。"小和尚就说："师父啊，你的模样可以塑造像佛一样，我的模样啊，哎呀，就算了吧，我不够资格的。"这样，老和尚就笑着说："我照你的模样去塑造，你照我的模样也去塑造就可以了。"小和尚他不了解，老和尚接着又说了："内外一如，言行一致，把自己当成佛，塑成一尊佛，自己就成了一个名正言顺、心安理得的佛。以你跟我的德性和模样，尚且都可以拿来塑佛，那么世界岂不有更多的可以成佛之人吗？你看这多好啊！"各位，这个很简短的公案提醒我们大家，无论哪一尊佛啦，当初也都是普普通通的人，他们都是由于用心修行，才逐步的把自己塑造成佛的。因为人人本来是佛，只要真诚的修行，一心向善，愿意放下一切的执着，破除事相，把累劫以来贪嗔痴的习气毛病都把它去除掉，你终可以恢复我们每一个人本来的自信清净心，你就能够成就佛果。所以学佛的人呢，首先一定要肯定自己，相信自己本来就具有跟诸佛平等亲近的佛性及所有的智慧德能，只是我们目前被无明妄想遮盖住而不能够显现。一旦将这些无明妄想去除，我们本来清净的自信自然就会开显，一切神通妙用全部都记住。所以我们人千万不可以妄自菲薄，看清自己，应当要以佛菩萨为榜样，我们努力的精进，开发自信佛，才不辜负诸佛菩萨及所有祖师大德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啊。这个公案提醒我们大家，我们本来每一个人都是佛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差别在哪里？内心污浊肮脏，对外在贪求计较，我慢心很重，怀疑心很深，所以造成我们的心一直起伏不定，因此我们丧失了原来清净的本性。所以这个公案给我们提醒，心佛众生皆有佛性，大家都可以成佛的。这个公案师父就讲到这里，跟所有各地的莲友报告，千万一定要珍惜自己。阿弥陀佛。